来看民进党立法院的党团总调郭建民，党内有人认为讲，伊应该爱为罢免失败落台负责，包括总统赖清德嘛认为讲，党团应该爱改选。传出讲，党内有超过一半立委是联署支持。今仔郭建民伫立法院开党团会议，外界认为讲，这是伊想要反制的动作。大罢免失败，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民被看作是第一号战犯，党内检讨的声音拢无停。总统赖清德讲，党团应该改选，才符合社会期待。也传讲，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亲自去考卷郭建民提来。另外，党内也发动改选党团干部的联署，传讲已经有过半的立营立委签名。对此，郭建民发动加急动员，离到第二场开党团会议。蔡副秘书长有去找你吗？我跟你讲哈，我昨天就有讲过了啊，时无声胜有声哈，所以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哈，大家安静的看就好了，我不会再做任何回应。对党内压力，郭建民是不是要是总调正受注意？支持党团改组的立委王世坚讲，这是郭建民应该得到的天罚。因为林岱华是讲伊无签，支持郭建民。人做出选择就要付出代价。那这一次，我们希望说总召能够重新改选，希望的就是说要让我们党团有新的展望跟气象。人前老一线，日后好相看。世代交替可以讨论，但应该多留一些余地。多一点厚道。因为党团会议伫咧2场内面举行，立营无法度针对干部改选进行讨论。林俊彦讲，党团的共识正清楚，赞成让郭建民休困，要拿什么时阵让郭建民自己决定。如果是这个会期，那就是到今天；那下个会期就是到1月。那什么时候应该由柯总召自己来决定。招的呼声最高是你。民进党要加油了，大家都加油。林俊宪讲，郭建民是不是要提加罢免无关系，是副院党运作的综合考虑。伊若互人点名决定的接总调的蔡其昌，是讲民进党爱加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